狗大哥，你说咱们平日无冤，素日无仇的，你就放我过去吗？再说了，我又不是小偷，我又没偷你家东西。狗大哥，天龙，回去。姑娘，你受惊了。天龙平时性格很温顺的，可能看到姑娘你是黑衣夜行，所以当你是贼，在下独孤远给姑娘赔罪了。啊，没关系没关系，刚才那只狗狗是你的呀，好可爱的。姑娘深夜在此是在干什么呀？啊，我这是晚饭吃多了，出来溜溜。啊，对了，你是？在下独孤远。啊，我想说的是，那个女的跑了。哎呀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，改天咱们再约。对了，我在引擎柔。我是大家。引擎柔。秦柔。行，我要睡觉。秦柔。啊！天哪！哇塞！嘘，小点声，我好不容易为这春菜买东西儿，才能进来看看你。你说说你，跑都跑了，你还回来干嘛呀？难不成还真的为了那个独孤远呢？晴柔啊，晴柔，你跟他说那么久，什么帅哥没见过，偏偏在这个时候给我犯花痴，真是气死我了！我才不是为了那个什么独孤远呢，哎，算了，不说这个。阿广，我好像知道我们要从哪里寻找穿越回去的方法。我们拍戏的那个地方，说不定就是某个朝代的遗址，我们一定是动了那里的机关才穿越过来的。我们呐，只要找到相近的地方，就一定还可以穿越回去的。我高考历史是交了白卷呢。那你总该知道我们穿越过来的地方吧？哦，就是你掉下来那个地方。这个嘛，我是个路痴啊。不怕神一样的对手，就怕猪一样的队友。哎，你说那个有什么用啊？哎，要我说啊，你还不如去求那个冰块脸，人家好歹是个王爷，3分钟就能调动几百号人，甭说几块破石头，连钻石都能给你找出来。对呀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就这么定了，给他来个美人计。4是差了那么一点点哈。一点，哎，是一点都没有，好不好？参见我，哎，小姐，小姐，王爷，请用茶。你这人怎么这样？一个大活人在你怀里，你说推倒就推倒了，你还懂不懂得怜香惜玉？怜香惜玉，本王是不懂，不过欺瞒本王的人倒是没有一个好下场啊！王爷，也不知道为何这会儿我胸口疼得厉害。你的病，依本王看来，一般的大夫是医不好的，不如让独孤带你出去，寻一个更好一些的大夫如何？也好，我也是这样认为的。啊，王爷，其实小女子这也是老毛病了。我这儿有一张药方，只要找到上面的药引，小女子就感激不尽了。启禀王爷，皇后娘娘驾到。母后，皇后娘娘有旨，宣尹姑娘见驾。我